哎呀，各位聽眾，各在歡迎人到啲嚟邊咧學見嘅節目。當然，只阿妹特別講嘅逼阿涵老掉舊人拍 call，阿涵歡迎。我諗講聽話。阿涵會嚟講片話。OK。阿涵我引導哦。哎呦，知啦，引導。唔該夠講片話啦咯。该有空片案了咯。OK，個阿涵咯，阿涵那邊個蘑菇咯，歡迎蘑菇。Hello。然後到下邊切salad嚟是啊大粒頭歡迎。大粒頭，歡迎。咱羅蘭就成日大隻咯，正。喂，salad 剪一朵咯。咱 lunch time 咩事啊？就正大隻咯。แล้วก็我係 producer บราจันเก้歡迎。你我冇得個食飯呢，我哋講片話。哦。咩就會對呀？咩哦，別就會跌到落，對唔嚟先啊？啊。該搞先咯，咯。嚇，把正機對嚟嚇？你條線啦，人講片話嘛？切！我條佬。我I wish 好先。本來希望他最好。我都唔捌拄過表真基本啊。係啊，你知啦，我阿莊不是搞講片話嘛。我自己講未來嚇。你冇來掉，你講我要背來幫背機幫。係啦，仲幫背機啊！你是愛去英國啊？等陣個講，即係個住來即新嘅人就住來。我冇線咯。你是住？林。哦，林咧，嗱，乜個冇困啊，林。我冇碌棒啊，等住。林渣。你把個棒講。冇碌棒講。我做 event 嚟嘛，你有等陣過去做咯。哦。林啊。係你特別物件做好未？做好啦。哇！我咪咁諗嗰時係咪個嚇咁輕話？By the time 這 show 出嘅時，我已經知係咪物件。我覺得講我冇來人是對先。聽佢哋 show 好嚟聽，你知係咪物件？少。我做 event 嘅咯，真係 surprise 咯。做 event 嘅，我做 event 嘅。了。我叫咪講片話咯，我係話第事。陳條媽冇對嚟啊！陳條媽冚條媽到底？陳條媽到底嚇？睇到係啊！我哋咪跟人講，阿涵。你聽過啦，媽咪哦。阿涵。我當聽過啦。你第一記你講嘅片話過是幾時 ？What？ 第一係咩片話？第一記啊！你第一記掉頂刀講佢隻片話。頂刀啊 ，OK 啦。一個朋友出街嘅時，甲伊講，甲朋友飲茶啉茶，或是我就甲伊講，我甲朋友飲。其實是飲酒。哦，你甲講甲你媽講啊。安尼款咯。哦，即係就教啉酒嘛，嚟叫阿涵，即係酒嘅 episode 嚟啊嘛。你對我厝嘅是味調。嚇？你對我厝嘅是啊，你去飲啊，啲味調。我媽咪味袂到誒，伊無 sense of smell 了誒。哦，歹死啊，你搞。無啦，我 advantage 啊！我媽咪嘛無管嘅，迄個 destination， 伊管我before 2 AM let's say 到唔到厝爾嘛，我就 pop 我嘅 head 入伊房間，媽咪我到厝了哈，愛困了哈，安尼款。搞咯。professional 嚟人。OK 啦。呢個 small white lie 阮就愛講嘅。對，我是要講嘅是，有啲 white lie 嚇，有啲是你講片話特別你別想個講，你是有要好理由嚟講片話嘅。你是咪？你是做人啊，就是特行，
但係那是特做人嚟講，特行特別講跌嚟講係，當時出較最數個嚇。是有，嗱，咱講嘅話題成日講，安怎係咪靜興以下都不用過？買對家還己，嗰是對 third party 我個有伴嘅可能。我 OK， 我唔知講我係算無算啦嚇。When 我 after form 5了嗬，แล้ว我就騙我嘅 parents 講我去佚佗去垦丁。Then but actually 嗬，我無去垦丁，我去報 college 嘅名，我去 register。哎呦，安尼乖。แล้ว對家厝了，家嚟講咪我愛去 KL 讀冊了。แล้วว่าตัวหอลุยขี่อ่ะ because parents ไม่หอว่าเราขี่ KL มาแล้วว่าสิขี่เห็น register แล้วเห็น fee สิ่งแล้วตุ้ยไหนแล้วบัวขวดแล้วมาตัวเห็นลุยอ่ะมาหนา receipt 先斬後奏所以這是誰好嘅派話是嘅冇好嘅派話咧？好嘅派好本啦，對到嘅嘢。哎。我粒頭啊！我粒頭，你可以大聲啲 please，你個麥等下喂。哦 ，OK， 可以。安尼，就加啲音。很難知大聲嘅，就係去 high 啊 ，steam 啊，薄啊。喏，我係講，我知道你唔係講乜是算咗騙咯，成個講嗰個20分。水本，我有知道嘅是，我咪是拍算俾對馬來西亞咯。我 plan 好時成個我當劍嚟看啊，了，我當然已經對搞啊。我對佢冇，我會教嘅時到，我唔知是幾時背啊，唔知是教過14號還是15號嗰陣背，我就俾佢對馬來西亞。都好在上面 happen 咯 ，9/11。哦，哎呦 ，9/11 happen， 喂 ，12 years ago 啊，13 years ago。哈，這是9/11是2000咩啊？1了。2001，我記得電視機看。所以我就去，我係 trip 就 cancel 咯，我係 lawyer 還是我 immigration lawyer 我未談 green card 噶嘛，我是拖掉我 green card 啦。I mean, application 接我單掉 approval。我lawyer 講 ，nothing like this has ever happened before。講唔捌發生過呢物件，伊叫我唔通出 country。伊講唔知你 reaction to 即係 foreigners anything， 樣唔知會成個 lock up 咪可能接觸呢？可能伊講。佢哋點先係是 Malaysia blacklist as terrorist country。because 有一個人到底 capture 到底馬來西亞嘛對哦。I mean 唔是 capture video capture 到底馬來西亞。แล้ว伊講叫我問 leave 我咪是無法當咯，無法就 cancel 我 trip 我就了唔知400-500塊cancel 我 trip， 我未 take full refund 啊。了 on top of that 我 plan 要去食烘啊，無通去喎。你講我回島，了我就回軍咯。了我 holiday 睇啊，係咪個睇啊？我一頭家己買飛機單去 New York City。你去看？去找我朋友，我是去找我朋友，我是有一個基本是回到，我當劍講起來梗係講啊。唔是特別 actually 我係 rationale 先呢，嚇死我 feel 到第一 safe city 有可能是 New York City 啊 maybe。under 安尼大嘅係咧，東亞嘛，伊去浪了，伊無可能個浪回 New York City 嘛。係咧，你要sorry to say，唔是 correct 咯。But OK。你想講你 the chances 是你reasoning 就是講你若是講被 attack 啊，你被 attack 咧，你把你個 attack 過位哦，還是你被 attack somewhere else？ Because 你係 alert 到人家講咧嘛。It depends on strategy. Okay，講起 strategy 嘅物件 ，sometimes 你做 double tap。I mean, if you 唔係講白行物件啦 ，just 講 purely in terms of being military strategy 係咪㗎啦？有一個 strategy 叫 double tap， 這邊伊拉用 double tap 嘅。I think 美國伊拉用伊拉 drone 是伊拉做 double tap 嘅嘛。是，我明白。But anyhow，我講 OK，under 你還是佢哋 city 嘅啦，真正係馬達 everything 嘅了
病係咪嘅諗我哋？所以我就去哦，特別我見我係 parents 曬嘛，所以我冇敢講咋。了。你去那邊是參熱鬧嘅，是唔是？我有 friend 到下病，我 friend 到下病，所以我走去吹咯。了，我講聽我背句，我佢叫我背句，伊係咧 Ground Zero， 我佢背機啊，背句我佢看到伊坑佢個煙出來個。哦，我背機我係看到，我目睭看到到啲啲。你背嘅時還是擺幾號？10幾號。嘅一禮拜，可能10節可能。嘅10節啊。燒個有混出來啊！有啊，哎呦，唔知多久啊。呀，大粒頭，你食物件真多聲，都弄去。sorry，係點先是我會記哦。一多一隻。那你個波身呀？係點先是伊人9/11嘅時我讀啲 class 嘛。呀，你 imagine，OK， 我唔是 racist 啊 ，OK， 我 just 講 as a observation 嚟啦。我係先生都是嘅人啦。哦。So，伊入來 classroom 嘅時，規個面白去。規個面白去講嘅，但係伊講即個物件伊無咩愛教咧 ，because 伊有 friends 喺後邊嘛。哦。特別做嘅先生係好嘅。大把生嚟啊！冇，我到啲大學嘅時。那因為 OK，所以我騙人咯，我唔騙人，我講OK，我唔講我其他日本，然後我拍電話對住我特掉，有一點聲拍電話對住我，對我特定電話我唔敢講，講嚇，那人哋我對教我時間敢講，呢是我來，有 screw 哦，嚇，有 screw 哦，冇，你講嚇，見下就。冇嘅，攞出來對路啊！嗰個來就是 about 我係，咪看你講，讓別人講先，別人講我來先。唔係我來，我 black 來咩使？咪來咩使講偏話？四行是客家講嘅話。我們哇，是啊咯，問雞雞，我覺得人。啲調後面愛講冇有一個卡破碗，然後家己卡破嘅，講唔是我卡破嘅，伊家己家老嘅。四行是啊。四下呢是，然後冇就是雞女，第一記嘅是雞女。哦，講下。想啦，鐵頭雞女啦，鐵頭雞女家老就頭家，媽咪唔知啊，家己碌，家己家老碌學下破，唔是我做嘅。你慢慢快住啦佢。我講。我是嗰陣啲我係見會張毅嘅事，你識嗰陣人美紅哦。哪知？大粒嘅啊！有人入來做漲水經嘅，下嚟做咧，我俾人點來，點半點鐘啊！我睇冇結氣哦，嗱隻點解係水冇㗎了？是啊，我漲嘅咧，成日是我流坑啊！你是做咩事走落去尖？哎呦，笑啊！下巴搭下水面波嚟嚇。哦。還是我呢些隻呢？你真係做咩事？比較大咧呢？你真係做咩事？我笑，你話做過我做咁死逼硬，我係是咱入水底哈，咱入水底，我冇是做過。我感覺四下你個你做過啦。你知逼硬隻 A 嘛？แล้ว啊？林林做過啦，林林。啊，我係見。有時嚟把肚跌掉啲下骹會閃掉下粒湯，下啲米紅嘅，可以較滾嘛，無你壓落去頭骹，無連褲落去跌啊，較藥水起來。我愛落來嘅時，驚講嘢佢落。空下橋。啊，無咧別個了去，我掉貓啊！哇，好笑。就是諗乜佔個最啲，阿漢唔乜佔啦，阿漢嘅小人。阿漢乜
虾米水滴？你把白就去水滴接嘛？白只去水滴內邊，格格搖水。冇啦，就係經嘅水滴。當機啊！哇，當機嘅解哦，當機。你當機愛白頭頂啊喂喎。哦，水滴是我捌搭啊。特別我感覺搭波嘅你有做過啦，查某嘅少啦。Malaysia 係一種啊，到底邊啊呢 build in 嘅反正去嘅是。叫當有人叫當機啦，有人叫當機，特別有人講當機是到底頂面處頂面嘅。有一條 rubber 掉嘢坑嘅。你冇做過啊？就冇做過。即係 in 起呢嘛，卡就下起就接啊嘛。特別我係厝嘅機啊，我係厝唔是落架去一啲，我係厝嚇。John，你知你水滿係死啊！你幾人接落去水咪曬啊！出嚟嘅，聽到你知哦。你講你喺入邊做乜嘢？你講我哋放水，放水拿300。不啦，正嘅，好彩你冇倒shampoo啲入邊做配。我冇做過。做過啊！誒，菜點啊嚟啊！菜點啊，sexy 啊，你話 ？Hello， 菜點啊，你去食物件好，菜點啊，你不得呀？係啊，不得有，需要食。老細哦，我個日胎就未鐵妥喎。係咪袋？阿基啊！阿基啊！車。Hot Wheel 嘅車，我會記，我不夜轉啦，Hello 去嗰啲。Hot Wheel 嘅車未點咩？點啊？就是啲那邊做 submarine 嘛。係啊。阿咪佢頭咁點啊！七點晚你把接去水底嗰個，我細漢嗰時偷走去水底那邊。真係經嘅。了先類嘛，講你哋那邊唔知做咩？最啲，就點乜看？一出嚟媽變成㗎嚇，我唔是走，面走，你唔是但係走去最啲，為咩當見個走去最啲個？你走去最啲哦？誒點解我唔除咯？你除冇最啲啊？冇，我除是會就係我冇。係俾我唔知啊，唔解頭走住去。哇！你乖。特別好，喂，你我點解出架騎是我騎我嘅母嘅騎埋處。特別我一陣嘅嘢喺最啲啊。嚇！講特別入邊就有騎入邊入騎最啲入邊呢咯。哦。你就係最啲嚇。因為一隻大母有希望2-3人做這陣嘢，就哇！是唔是咧？到底講呢係一直等咧嚇？啊，等嘅。嚇！有時面講起嚟啦，千交學卡。佢人係困落去咯，笑我啦。我第一屆就是我嘅劍啊！一聽到啊你水嘅聲，你講啥？你規人接落去，你哋擺落去，你規人就掉去坐落去，你就坐落去，水就起來，咁樣落河台就聽到嗰度。我不尖啊！我佢記得我講係 shampoo 嘛，我有本我係食。買時你都安尼估都安怎先呢？你是 imagine 係你張 A 嘅時成個。係 bathtub 嘛呢？當佢人嘅 bathtub 啊，特別點解咧全部 bathtub 嘛？我個會記一個 brand，點解咱哋咁用嘅 follow 嘟 sham 嘟係啊，都幾慣落去。哎呀！救命啊！不，我個記咯，那記者講過嘅事唔知咩 baby 咩換色嘅啊，成個 honey 咧。會食 baby Johnson baby shampoo Johnson baby shampoo 把書俾聽啊！嚇，我係為寫頭毛後，我特啲做喺自己腦特啲話不招呢個，特別佢聽喎。我唔知 John 嗰一個青色嘅罐，一 liquid 青色嘅，你一個後一個查甫，格頓嘅查甫咧，真係隻蕉嘅，你我未。提莫爹，唔是啊，提莫爹不了，意思頭毛嘛，唔是啊，你一定嘛長水嘛，對。嚇，所以長水啲水底會一定破，啲罐全部用㗎了。哎呦，笑死我！一罐都冇分幾。
啊，我都大幾大張已經嚟物件做咗這物件咩啊？哈，做真啊，這物件，個迄個媽咪迄個 fat 啊，洗晒 fat 藍色嘅都知哦。呀，哎呦，咁好笑呢，佢哋樣樣去，好啊，不夠。哦，哎呦，出面，你講咪騙話句這菜點樣嚟？講係咪騙話？我是被我就講我冇教講騙話，因為特別我講騙話，人知其實人看出我是講咗騙話。哦，所以你冇咪搞騙啊？冇教騙嘅話，可能騙就真搞。哎呦，即係我看全本人。可能騙不是按照騙嘅 category 嘛，嚟講者按照條騙。嚇，按照可能騙。呢兩是打波騙。呢兩 take advantage 啊，係咪？唔是講去 solo 啦，唔是 solo 寶寶，我是講世界講冇啊，勤課，愛說我冇嘢勤課。利用你，做咩事？你係被鎖掉啊？係的。知道啊。切你鎖咯，切你鎖。切你鎖，冇你看你講按照先人成個講利用你係啥物？按照講下。按照可能騙啊！你那時候，我咪諗下，諗。你教講騙我。搞啊！搞啊！梗係 confident 人搞啊！誒，講按照，嗰隻後你啲講過。按照你搞。就講真有這片話咯。按照啦，哈，點片我爸我媽安尼款咯。騙按照係咪物件？出去啊，無解人講啊，走出去咯，一堆嚟。廉嗲啦係啊，去廉嗲，同埋阿恆咪講去廉嗲嘛。廉嗲。你時去有未頭走去得嚟？拍釘釘。冇啦，我冇拍釘釘嘅啦。你按照頭，你去得咯，特別騙你爸爸呢？像個有時解人講啊，我去學堂做開活動啊，係咪啊？要走去白聊聊。走去咁大啊？冇啦，走去朋友嘅厝啊。哦，有一套啊，你款咯。當佢大係咧，佢又講啊。depend 咯，有時有講啦，特別講嘅本是咪害人抌先。抌下就講講啦，John，你冇梅落去，甲朋友白白去朋友厝做下面。呢條都看一種物件誒，你真又好嘛，點好啊！哦，你看戲係咪食嘅嚇？你食嘅，阿冇諗食咗你。啊，你成日聽到就講你 blue film 嘅 DVD 嘅，即係講啊，咩啊？冇啦，定擺 VCD 呢？冇，聽到你人講唔掉 Blu-ray， 講做你唔係做 event 嘅咩啊？佢只傾做 event 啊，最近嘛，你同人講，伊講學頭物件事啊，伊講早時佢講你 Blu-ray DVD 甲人推銷時，伊講就你講你即係看 blue film。咩啊？哎呦，你那時有聽到你特別來，伊時有唱歌，本嚟做教英嘅。哦。哎呀，未記咩啊呀？就對聽 blue film。可惜啊 ！OK， 來，我講個白話，講上吊背嚕，上吊按得可能騙啊背，睇點啊？上未起啊，冇好物件咪會起咗，就未起啊！該出面嚟，你該 innocent 那邊，啊 baby，唔知有騙枉喎，等我看第一邊。就是我 innocent 嘅，嗰兩個人嚟騙咯。個自然嘅個時候嚟騙咯，是看你我成日好無理啊！好騙。等我想下個講句係咪騙我？大粒頭呢？轉我係走啊！嚇，我走，OK。我係叫做更加快單隻虎隊嚟。好 OK 啊！咁時啊，變兩件啊。OK，拜拜。拜拜。
而且我講邊兩件事個笑啫。單條路嘛。我看到你見到冇？未使講。看到你見到please send 我隻小影。OK。Privately, yeah, yes. 拜，感謝嚇，諗感謝。OK，我被講條網我被騙人啊。但我是講為了咩特別物件去，即係1個月3號嘅，了就讓無去人問對心肝掉。電話其實是騙的。是啊，再跟住就叫 Lucy 掉去騙掉玩嘅。唔知呢？其實啊，我講咪對去馬來西亞，actually 是冇對。我講時期間你變成白時佢會冇人嘅點。期間半種係你半種冇人嘅，半種冇人。南西都冇去嘅。我學近日一人去嘅時就就猜點啊？猜點啊？日日就笑去，冇人。不，我俾講讓 April Fool's Day 時啊，有成個 trick 人啊，有成個騙人啊，騙人做小人啊，嗬。冇啦。我第一個時咪，你頭毛咩唔記得就掉誒，係啦，猜點啊？後面如頭毛嚇，我掉嗰條。頭毛啊，頭毛好似佢自己翹啊，就係。騙哎呀，咁超別，即係確無清楚，因我求家己嗰時就四厘米。冇啦，我線路誒，我講我特別是April Fool's 時講，你頭毛唔見一條呢？你哋得落去翹，咁嗱頭毛咯，一條嘛。我唔記得咗啦。都是裝你先嚟，等我喊你先呀。應該是啊。真係你會嘅。我係朋友人我多條，覺得冇興做 April Fool 騙人嘅面。哦，咱咪講個大條嘅騙人嘅，最近咪是檳城咪是，唔是檳城，我是得唔知，有一個搞騙線啊，你成個騙類啊，可能世界首富，定住你講變成個話呀，就衰嘅。張健，係呐。伊唔是啲荷蘭啲泰國嘢了咩？都不 get 掉了。按照講話演詐騙啊。something like 迄個啦 ，pyramid 嘅啦。pyramid scheme 呀，伊是賣物件啊。賣物件個送物件，好似種咧叫做 invest，然後咯。但我當今借啊，那款嘅物件。借啊，真係借，嗰啲是 supplement 呢。recently 嗰一個是 gold 咧嘛，去迄個invest gold 咧，不是迄個pyramid scheme 嘅咯，我是就砍掉了。我嘅媽咪啊，有攞條金啊，啲迄個高嘅啊，Geneva 嘅。是啊。20千啊。就騙了。我嘅 cousin 伊是賣即款高嘅嘛，是真嘅高來都知哦，但government 收起來啦，賣 release 咯，伊找到伊唔是 Ponzi scheme 來嚇，伊就賣 release 伊，甲來 accept，所以我人會捐互政府掠着咯。了，安怎啊？冇啊。了掉去啊，了政府抽去啊。了 even 都講。你唔是講有 ending 咗 John， 冇到動機，冇 report， 冇係咪 news 㗎了 ，just close and then confiscate 嘅 department 是人嘅 bank 嚟㗎啦，然後到動機點了，謝冇事嗬，安尼看咯。所以有錢，伊是利用這個無一隻個 scheme 來 take action 咧，特別有你隻有影嘅機密部門點嘢嚇。伊即個 scheme 是有影嘅，但
伊咁樣 confiscate 伊咯。哦，嚟個講。安尼款。แล้วว่าเอาไว้เฉยๆว่าก็แล้วว่าขี้ขุนเนี่ยเอาไว้จิเลย Michael，你叫人倒掉咧，是個走去困。no ลู replace ว่ามามาแจว่าไอชุดบุยแล้วโอเค我冇關我講เอาไว้จิเลยเพนมาตาโอเคเพนมาตาหรอ我冇騙過。เพนมาตา speed threat OK，低講係好似。唔是，伊就講到大擺頂鼓人真係興掉到啦，掉大橋。嚇，就落嚟，就落嚟。嚇，一定係別啲迄個新邦即係迄邊停車邊啊位啊，可能停車，嚇伊就放一個 camera 喺迄邊咧，伊照路頭前掠路嘛。嚇，啊，แล้วขี่กายไปอีหมอเตียวเกี่ยวรู้จักแล้วจักรู้แล้วTada betul Tada silap mata betul Tada 偏กันเล่ากับมัวซีเอากันดูก็ end up ฮะอีหอรู้กุยอ่ะวันนี้อีกองอีบัสเสียแล้วอีไม่เดียวแล้วไอ้นางไอซิวตาแล้วไม่กับดูเช่แล้วรู้ว่าเตี้ยกุยอ่ะรู้ว่าแกนะฮะนะ正常啊就頂鼓當讀車 AC 過邊咧是點啊坐摩托過啊坐花車80年嘛 speed 大擺掉啲巴海位搞咯有你按照片講咁哦但係我是騙啦哦我是我知啊我是聽講知啊我唔是我叫咩係你頭前嘅啊一地搭 sticker Rotex 我搭啲我花車 Rotex 我換了就佢即係有時對面我就是換了我 Rotex 特別飛機搭到啲我車嘅你知道所以 Rotex 一下到處有個飛機搭啊試啊 stop 一步我 over 啦然後伊甲我講你知點解我唔知咩 something 唔講你 Rotex 我講哦我講哎呦我想到我甲老師佢講啦我講 OK 我飛機我幫你甲換了我飛機係即到轉出去你講嚇唔知安怎梅話你知啦未麥間刷咪一種㗎咋阿爸麥張啊梅啊咩貓阿爸然後我聽講我梅講你講我佢講你講婆我3蚊啦我講3蚊啦冇你買一先呢啊我梅嘅事啊咪係就麥間刷嘛因為嘅有時候我個講就麥間刷因為時候然後我係 wallet 平常時是冇咩鐳嘅嘛然後我都好有鐳喎我嘅係講我有啲嘅是10塊呢咁就係然後我開幾10塊出嚟我個白曉啊我唔學馬達講呢個我是頭講咧10塊嘢我就夾一直撒我手落去嘅對伊係叫你幫你 ICA 卡哦哈一直叫我實你知我有較濟鐳嘅我夾10塊出嚟我講冇喎然後就我再講我是麥根學麥根刷嘛特別我夾講我到這邊學去嘅使我其實當做是3萬嚟看都知哦，因為冇嘛，3萬頭都是掉單，你特別去行嘅嘛，對。掉300啊！哎呦，所以我係10塊本捱啊！你看下成人。係啦，唉。算了，可能我講啦，這塊物件算了。嚇？算了，你掉正幾張嚇？嚇，你掉正幾張啊？冇啦，冇這款代志，假人咪知嘛。我隻女嗰一個你應該冇掉過，你掉了3萬，你3萬咗點掉了嗬，咧換落得時嗬，唔是人去換嘛，出來人去換，唔知喎，我唔知喎，做咩自己掉嘅我唔知喎，這裡本是騙話，好啦，但係講嗰時講騙話特別咯，我成個講騙話是咪成個講為了買傷到人嘅心啊！講騙話啊！大家計水好啦，做計好呢你歌唱真好聽呢卡拉 OK 揞住良心，叫揞住良心。你講騙話咧邊個呢？好聽。俾你媽好似裝。你成個睇電話啦，睇到計好聽。
你講條片啊？睇條啊，好聽，會使，哈，啷個食條物件嚇，無好食，硬硬講人好食，我當然吹。有啊有啊有啊嗯，有啊，這個有啊有啊，有啊。這塊唔是 white lie 嚟咩？係實算話嚟咩啦？嗯，誒，再講落去，你現在講騙了，只歹死，騙來，這按照無好嘅騙，人家騙到乜做嘅人真係騙。有啊，我乖我成績單嘅。哦嚇，講，嚇，我本有喎，我本有喎。你驚人做嘅？我換伊個 number 啦，我袂記蝦米 number 了，互先生看到咯。嚇，學先生看到，哦，你驚學先生看到。啊，了話，互我個媽罵甲愛死，哎呦！哦。我媽嘛是先生來哦，伊拍互我個媽會學長哦。哦。出嚟。哦。解嗰時冇變過。解喎。攏捌考冊頭看過。八，哎呦，清楚。八。來，阿涵。安怎頭看？安怎頭看？先生愛行咯，先生行去頭前嘅時，我人就後尾嘅人嘛換 answer 咯，每 answer 咯，有家己 sign language 嘛。然後先生行去後尾嘅時嘛，坐啲頭前嘅人做 the same 咯。哦。我人啊 SPM 嘅時啊，本有人頭看啊，伊個 invigilator 困去。哦。誒，你講咩 invigilator 啊？啊，我一班我人是 science 第一後一班嘛，了我人就剩嘅人無肯入學嘛，傷濟人了嘛，所以我人一個 class 內邊咯，迄 invigilator 困去哦。physics paper 多第一坎坷嘅 paper， 我人走 copy。copy， 老是 copy 別人嘅 answer， 還是 copy 到啲冊位？copy 別人 answer 嘛，我會冊。哦。別使也冊啲片嘛。哦。你咪是特別有搞嘅人，梗係好多掉 answer。哎呀 ，OK 啦。compare 咯，較濟 compare 咯，較濟 compare 咗。佢第幾條是 A B C D，嚇得這裡嚇，看住放第一隻 A 嚇，你 A 咪是 correct 咯。攞把 M 貴人嘅 answer 成日呢，你咪就等呢看頭。上。啊，這裡呢？啊，猜點乜咪考出來是咪就 M 人嘅 answer 過啊？你講到這裡，我就想到這裡是個點解我讀中學時，嚇，那個實在係一條菜嘛，嚇，然後就我把你愛 M 呀，我先生啊，就日日起來爬外頭啊，我未見過，你頭尾看到你啊？你有影被騙咯？驚來驚去嘛？被騙，伊唔是騙面。伊而咧切。用切嗰時用手拍外頭啦，特別唔講成大嚟嚟講，咪佢亂住看來看去，寫咧，好可惜啊！講咪亂住看來看去，冇 end，冇路嚟，嗰隻咪豬就冇路就咪豬冇路啦，鎖佢去淡薄嚟就拍落嚟。哎呀，我啲想看。我啲想看聽到是乜講句係咪真騙話 ？OK， 好唔好？成日講無成日人，我真無時間講騙話咧，做我心就亂咧妖，亂妖。是哦，是咁啊想，做我心就亂。講樣騙話咩啊？是梗係騎呢？哦，騎哦。可能是騎掉啊！驚人已經係啦，跟住個唔認咗啦，要。是我講聽講騙話第搞嘅一招咧，就是，但是你無法度啦，就講啦，你騙話啦，你特別我教人安怎騙啊，人要緊特別淨係洗腦呢嗬，教你腦嗬，洗你
这个新的唔对假骗的 information 变做是 reality 去，变做假去。你家己爱相信，家己对，你家己是相信的吼，你讲骗话的时候，你特别垃圾，你面特别呢邪惊。对，这是有經驗人講過啊。哇，關劫即係關劫。對啊，對，對，誒特別我嗱生，你喺做啊，你心嗰邊咧企，會啦，會企啦，你成日暗暝困嘅時候，你切嘢俾嘢嚟上到你嗰咯。特別你你是講掉時，你別成講冇，安尼嚇呐，你直頭就 confident 冇。冇人ก็จะตว่าเพียงกูนี้กระตับปูรู้ว่าบางคนจะหัวเจียมาแล้วว่าเทด้วยไหลมาเท่าเทด้วยไหนไม่ใช่ยาบ้า productive ไหลกัสตัมอ่ะว่า customer ทำไมอ่ะ do you have any meat products 或者 no 就叫佢啦กันเกียร์สิ่งนั้นเดียวJohn 我對那時喂小弟教我對那時嘛是要掠掉我落嚟就要你話喂我內邊或者食嘅物件哦我同你講我有五六種嘅即個買瓜哩嘅麵唔使叫咩你使嘛呢度dry food 會使呢度 dry food 會使內邊有嗰啲料咩料膽嘅都哦，伊個咧 spices， 迄是 dairy 內邊有 cream 嘅都。哦，我有 dairy 物件哦，伊甲我講，因為我人有 food，我講我人有 food，伊講，你我小弟啊 ，do you mean meat？伊講 meat 啊是咩？我講我人無 meat，我人無 dairy，我人有 biscuit 呢。嚇，了，走，貴啊，放咗貴啊，啊無掉出啦，啊無我面乾了起吃。confiscate 咯，係啦，confiscate 啦。仲有你八卦有貴啊？貴，沒有，你就是有要我紅啦，伊只件食嘛，所以是八卦人暑假寄入來出邊嘅。哎呦，誒林嚟啊，林嚟啊，佢夾心咩物件講一下林。啊，哦，你放工啊？啊袂啊，我叫啊人做啊改人嘅。哦，你做咩人做你改？哦，你是 event 啊？啊對。啊，你 event 係暗咩？唔知邊啲嘅人就係 district 啊，特禮拜啊。哦。要做一個特禮拜喺人嗰邊做一個 function 嘅嘛。Beach Street 啊？啊對。OK，有你是當兵正落工啦，可能啦。啊 set up。哦 set up，哦就是當今嘅 event 是 set up for 乜仔？是當今啲 event 啲行了。早起要7點 start。哦，但係你當佢 set up for 乜仔早起嘅啦。啊對。你咪是乜仔早起，啷差唔多，下邊就差唔多被4點係咪啊？baru 4點喎。4點幾？哦，就我去困呀，拜拜。呀，你抄爸爸。你講4點了。啊，唔會個啦，嗰個10倍分鐘㗎，等4點嘅困，4點咪見，แล้วโอเค我咪寫4點半係น่ะเรา係4點困㗎啦แล้ว即係ต่อรับเท้าเลยต่อรับนี่ต่อรับเท้าแล้วว่าkasiเนี่ยยำ接嚟佢 custom 我冇啦ก็จะ講俾我我冇，我其實我差古早前啊估咧啦，我其實我對我嘅物件接來，就是我冇係 luggage。你係check in 啊？冇我俾我物件，咁咧我掂落去 jumbo box 燒起來，แล้ว我 send。哦 ，ship 嘢入嚟啊！ship 嘢時有冇 check 咩嚇？會啊，有 X-ray 啊。Ila有 X-ray 啦，特別即個物件，路嘅梅話，我假如講 private 啦。一定有 private 啊！Just put it this way 啦。誒，呢隻 topic 到底你唔使伊講，一平常時物件都冇講啊，是你佢講啊，你可能 topic 佢咁冇講啦。OK，咪見你聽到好啊。哦，特別就是講片我冇，我人冇，我冇安尼講片話。一隻跌嘅數，我冇 filter 嘅。
哦，只跌的属于只跌。假是錯就是錯了，未安怎冰嘅。哦，伊我白機。但伊即係你 white lie 有講哦。minor 啦，我無安尼是無安尼是講啦。當人講即個OS 頭抄我對 OS 點寫我無抄嘅。你無抄是有抄？我無抄嘅。哦，我 whole life 我無抄嘅。我確實我們成日特別我到啲大學時，我掠到小燈抄嘅時，我跌到可能死嘅。我知你款啊，你就跌咧。你特別有本啊，特別唔係諗講，咱當見咱是咪講你抄嘅，唔是抄，咱咪講騙嘅，騙嘅人只有嘅。你騙查某第一個騙嘅就是讓做當哦。然後見你幾歲哦？是唔是？阿涵我查某第一無是甲你講幾歲嚟啦？啊，幾歲？無，但是我是落檔。落檔哈，阿涵都落檔，你有檔？買啦。買啦。唔是講落檔咩意思？我看就是我嘅 perspective 就是。都買插你做當啊好，幾歲啊好，嗱，唔係講嘅。how 你看你家己，你嘅家己嘅 perspective。So okay。假使你講 ，I mean 你當，但係 it doesn't if it 無 bother 你 ，I mean why care right？ 哎呀，撲機，แล้ว我哋睇到隻 magnet 咧，係嘛？伊數對我係 great bell 數起來啊。แล้วโอเคso 查甫咯搞片咯大波搞片係咩物件咧？特別咗啦。特別我甲人講我幾歲時哦，冇相信，就看我便宜啊。對，你少年啊，你錢你搞病會啊？有達人都是有 baby face 嘛，未。像啊，你講你40歲，特別看你面嘅是成個20歲呢 baby face 嘛。少。係你未走嘅。咁就是未相信啦。我就講真嘅，無騙你嘅10擺有7擺愛我夾 IC 向人看，因為我未相信。特別一看 I 真好笑，一看上 IC 啊，都冇相信 ICC，本是冇相信。假，上都是假。即 IC 是假。是啦，你面呢紙面呢 complexion 紙。即個即你捌看過我嘛？即個大粒頭，你看我面就知嘅咧，還是 baby face 啊？還是特人？我冇講 baby face 啦，我 baby face 咩？我唔是 baby face，我是你紅嘅，我是超嘅，會得。Actually，人假使我冇錯啦。你提講假撈嘢啦。假使我冇錯啦。人當人看下錢啊。看家錢阿嬤嘅時，伊人上個阿嬤查某25歲嘅時，有逐日看家上個40歲呢。是有人看。所以人當人有家錢。我有阿嬤嘅朋友本是錢嘅本喎，我有阿嬤朋友是人我係會成40歲，特別看起來本是成個20幾歲。lucky 咯。你 all jeans 啊 ，all jeans 啊。阿嬤搭波啦，搭波。了OK，等講未 OK。就是人把騙，我講一個物件，要死別人物件唔知實講。OK，我咪講是裝下。我係一個朋友啊，你知人考冊係未來美國啊，那是你無，我唔知別人掉哦。特別你知人掉貼 TOEFL 嘅點是？你唔知有貼 TOEFL？ TOEFL SAT 啊 TOEFL 啦。所以貼 TOEFL 嘅時候，我係一個朋友啊，就考不夠分級伊個考慮書，然後伊家己 forge 伊個 result 之後，你就被 fax 去，然後伊都個淡薄咁講阮啊家己啊 ，because 你知伊個 TOEFL result 用不如 send 一個 copy 嚇。But 伊 officially 你特別 officially 寄啊，伊 result 唔是講真彩人嘅做嘅嘛，所以伊寄啊，伊家己 copy 是伊 forge 伊 result 就。伊人 usually 當見伊都是
寄 on 你 behalf 嘛，你解講到是叮當會想，特別以後叫你寄一個 copy 進去嘅，你成日講 OK send a copy，你 take result 是叫你 send a copy，特別正樣是實在要看下 processing 嘅時，因為你成誤率係，有可能伊正你 result 寄人你 certificate 嚟嘅時間，伊寄入去時，伊咪是 verify 嘅咯對哦，所以伊袂曉啊，伊去寄你知我看到伊知哦，伊去寄伊 result 了嗬，寄去啊嗬，了伊做乜出數咯？伊學等嘛拍電話來咯，講我看到你嘅 result 無下咯，了講我俾教你 parents 講，俾教 parents 講。你叫我做啲 parent 喎，叫我做啲棒啊！哇，我驚我講別，你成個拖我度追啊！冇貴 ，just 讀書嚟這邊都是 take class 嘛。係啦，but 伊就是賣啦，伊就是要先呢，所以伊個要拖我度追啊！我買我驚，我只驚，我可能咪驚咋喲！你自己騙，你自己先你數啊嚇！我冇插你，我冇 I judge you anything，你自己做你自己唔驚。but 你冇叫我嚇？演咗小說。我唔知演咗小說，實是冇睇自己我等啊，佢拖佢北京嘅是咪咯？哦。然後伊甲我講伊甲我講，哎呀，你學等啊無好啊，你好你就睡不着啊，那是我驚忘記我咯，我講 OK， 當晚咪是大粒頭咪是講伊唔捌頭看過咯，嗰時我細漢嘅同學唔捌頭看過咋嗰時，了我甲 Form 4嘅時，我係 classroom 就坐啊就 get 啊，但係要頭看我嘅 answer 啊，有時當時伊交我嘅 paper 去啊。而家pass 個我班學整佢，先生講嗰時我冇 paper 你知哦。哎呦，哇！我回讀啊，我甲伊人講，伊人甲了寫三星嘅啫，我係 class，伊人甲了三星嘅大個頭，你即係三星個口就歹死嗰種啊，特別伊對我個 OK 啦。我甲伊人講，你人愛看我 answer，你會使看我無舉手琴啊，特別就是攏一叫啊，paper 走去一刀，我是起手啊，無插你是一，你若是邊個來甲我講話，甲我舉當我是我就當我是看我就舉手甲先生，我講攏細字攏要看，所以唔敢當我做我都當劍，所以伊度樣特別邊個來我無責，我唔是講買互人看，我是講你問一下我就注意就對咗。所以我愛看，但係袂使當。嚇！如果你愛看，你袂使舉走嚟抓，然後你袂使甲我拖，你袂使成個叫我呢？我講你是叫到我手就是起嘅，我講我無插你袂甲我講咁咪。然後當我食我偏病了，當叫咧又唔敢貼我抓了。第個講考冊第要緊就是你 ，even if 你抄你都會知你啲讀下面嘅冊，睇你就是第要緊了。你 plagiarism 是唔是？plagiarism 有但咧，像 if 你讀去真正關嘅啊，有但是你無點寫做父母嘅事啊，你嘅 classmate 啊講，你嘅 assignment paper 寫我名落去 ，so hand in as group work。報掉。你會 as long as 你都會知講你讀下面幾。問講你 engineering 讀 engineering 嘅時，你考冊時你抄隔了出來時，你 engineering 做特別隔了，你唔知你去做下面幾。少。That is very dangerous 了。你 actually end up 你係點咪是自己呢？你是拖地講你未做咪是到識咯。冇啊，拖工甲未做到識 is one thing 啊，你拖工你做了，你 engineering 嗰時你害人死嘅時候。係啦。像啊，你講飛機，你飛機頭個咧飛機，然後你 design 你飛機 crash 時，幾廿百人佢就死啦。我讀 IT 啊，我係班嘅啊，隔了搞我照抄。人會抄啊，係講伊未曉會抄。我講得嘛，有伊抄啊，有伊抄未曉就人會輸呢。所以啊，我就好嘅啊，我讀啲學等會啊。人晒人噶，我當時。哦 ，because 人家 friend 嚇，人照你。隔了會搞我 friend，伊隻來呢嗬，伊隻來呢，查甫就來呢，哇，伊手就來啊，伊甲你做 massage。哦，就是會。伊就要做 massage，我知係咩事啊。佢都照 result 啊，會照你 answer 係抄一下。阿毛查某係咪？隔了啦，後面本有啊。哇！注數。
哇唔係話你講你講我即係未曉喎，安怎安怎？我講你要安怎，唔是要安怎，你唔是要問我要安怎，我問你要安怎個條。哎呦，我有一擺啊，我朋友抄我嘅 assignment 啊，伊換作管委我個幾人。伊是 crowdsource 嘛，伊唔知嘢攞個去日別人嘅個嘛。意思你是伊掠袂着機，伊掠袂着球，掠着球啊，伊然後拍啊，你看你就贏咯啊。我有知道是你在coach 時啊，你 because 我嘛做先生嘛，我嘛特別過來看，你來看這 answer，伊教伊看，你看這學生是唔是抄嘅？這邊啊，แล้ว伊唔對嘅 answer。想，你知伊寫唔對 answer，咁樣想嘅 pattern。是咯。pattern 啊。嚇，你 A B C 咁樣multiple choice 叫咩啊？點解 objective，แล้ว加寫嘅字，像你 answer short answer 嚇，伊想嘅，咁樣就真係抄嘅咯。特別 sometimes 就俾看句抄句啦，特別你看得出嚟啦，較濟。我朋友有搭你抄嘅時，你未看袂出嚟。抄足你知哦，伊完全無假掉啊！你看得出，唔是看得出。我驚啊！伊人要來抄啊，我好人抄，特別。看你寫想，我就成日看啊，你看得出你唔是獨立頭，唔是看到伊抄啊，安怎啊？你是看 normally 你嘅 performance 啊，到啲 class 嘅 performance，你再講是句抄句，你知道？伊 history 啦，你未看，甚至唔知嚇。所以先生有你別樣嘅 background 人會知講啊，這件是讀偏生嚟，人知啊，樣嘅 background 啊。你知我讀 IT 啊，我 assignment 我 group work 嗰啲是用 electronic submission 嘅，所以講你咪講做啲你 work processing 嘅位嘛。然後哇，迄個睇你我日 USB 度，一樣啊。我講你愛抄會使，我開了我互你看，你一邊看，你一邊寫。係咪寫嚟？蹦蹦。我一樣有寫一樣順手過來啊，夾一個 USB 過來，甲我講我愛你 work，安尼講我是。哦，你之後夾 USB 下點去頭先。我是無規個 file copy 過去互人。哦，你真有 risky 嘅咯，你知哦，我當隻插就 check 起來啊，伊 check 啊你 metadata 嘅咯。哦，你 check 講你自己 create 係咪人嘅名，author 是人教咯。我朋友半年自 Q 掉我隔壁班嘅，伊上個是伊 mistake 你知哦，伊家己伊有伊家己嘅 work，แล้ว伊去甲伊班嘅第好學 Q 啊，夾伊 copy 嘅 work 起來啊。伊 copy 一個 file 啦，แล้ว伊有伊名，伊 author 伊家己嘅 creation 嘅 file，伊meta 是叫人嘅嘛。แล้ว伊有伊家己嘅咯，伊本寫好了，but 咧伊 mistake 你 when 伊 submit 嘅時啊，伊是 electronic submit 啊嘛，伊去訂掉伊朋友 submit 伊朋友嘅去。哦。嗱，像嘅你講到是 computer programming 物件曉。唔是assignment 嚟，你寫一個 unit 嘅，แล้ว你一個 unit 啊，你要交3-4項 assignment 去學人嘅。哦 ，because 有搭咧物件咧，就是有搭咧物件，你人做嘅有 pattern 嘅。像個 even 你寫，那些你寫一條批，了 John 寫一條批 ，John 嘅 pattern 甲我 pattern 無寫，所以假使你會曉 detect 迄個 pattern 就or immediately 會知。成個安尼嚇，成個。伊就是寫你 signature 啦，你嘅 vocabulary the words 嚟你用，係咪？甲了伊你會知。對，你迄個就是真正 high level 嘅 detection 了。我就是伊遐叫人啊，伊毋是啊，伊家己做啊，伊家己嘅咯。แล้ว你安尼講你submit去，你去訂咗你朋友嘅啦，解。就是冇識法咯。今年冇看到，我今年冇看到伊啊。哎呦，掉突出嚟嚇。係啦。我俾幾隻人講，真係冇接過。佢叫頭伊 work 嘅掉 warning 啊。哦。頭掉 warning 啦 ，after that 就是人出嚟咯。特別佢叫手機嘢 work 嘢啊，佢叫就掉水啦。假使教你講啦，假使教你講，大學嘅物件，教你是 politics 啦。我有一道嘅是我掠到一個阿毛 copy 嘅。
tapi 我嘛大，我 make a lot of noise 啦，cause 伊 copy 嘅 finals 嘛，了有大個 professor 啦，俾伊人冚起來伊 case。cause 家己配上嘛，阿毛教阿毛嘛。So 得樣嘅嘢啊！大學是有真係 politics 啊，有大個就是你嘅 grade 數無好，但係你嘅爸有真係濟鐳，所以你 donate to the university 伊人。好像會賺嘢鐳你看了，嘅一邊目睭冚。迄個有一間嘅頭，美國嘅頭是安尼咯，即係咪講啦？嗰度嚟啊！啦，你再整幾叫？啊？整幾叫？有一間啦，伊會驚啦，伊老爸做頭，伊驚有做頭。伊嘅老爸做頭，驚做頭，驚無頭，特別會接一領出名嘅大學嘅。哇！我知啦。哎呦，兩個你18呀！黐嚟死人嘅。阮大學好，阮有真係濟 politics。誒，就我屌，係咪嘅嚇？嚟對啊！就我屌，哦，係咪我哋？就我屌。哦，係嚟，講到對嚟一講係嘛？對嘛？你不是拉卡白人嘛？都係咁做。你嚟講你嚇，你嚟講舊片啊嘛？但係你講幾句，你個舊片啊嘛？我舊片，阮舊可能片。哦，可能按照片句。我學習我片咯。哦，按照講下。學習我片感情咯。哦，按照片話，片嚟就咪利用你貪你也是利用你為安怎？冇啦 ，actually 是伊人嘅 ex 對去啊嘛。嚇。然後我咪關係咪啦，我等啦。冇端變嘅伊嘅 boyfriend 去啊咯 ，OK。哦。Then after that，伊人除咗另外一間了，咪電話咯。乜嘢咩？因為伊人電話嘅時候，個電話講冇白傾答我哋翻咯。哦，一下利用一下招貴呢，招。哦。冇啦，搞到招住水泡啊！就搞到招出丁。咩出丁？係咯，慘嘅啫啊！咩意思是出丁？就冇會掉航險特別照用位呢，喺嗰度照咧，所以你學掉就係咩？我是大鐵龜哦。哦，你幾先？嚇？我本咪講，你唔使講。Well, the point is, 個人講你講騙話 and all these things，但是你 experience。你嘅命，你 experience 真係濟物件了，人家是來為甲你講騙話真係辛苦嘅，你會 detect 到嘅。哦。但是你會 train 家己，你 sensitive enough， 你會 detect 到。我是安尼款嘅啊，但是講你甲我講物件過頭複雜啊，真濟物件要做啊，我就閒了，我就袂個再聽落去啊。咩事？咩濟物件要做什麼？所以就無，你知啊？若是講人要來羨你啊，伊直接要愛有一個安尼啊，你就聽到安尼款，你就家己 react 嘅。哦，頂頭是邊啲學嘅，我唔係欠可能羨過嘛？邊啲學嘅就嚟聽講。係咪啊？安尼大膽？羨你係咪？特別唔是講為羨我，係咪？伊唔知做咩水實咋？我唔知伊要騙我，係咪？特別我再講伊大炮嘅啦。แล้ว等陣即安怎我就啲 add 呢個唄？呀？咦，張紅嚟啊！張紅嚟咩？你冇掛掉伊攞綠花，家己食蕉咩？哦哈，張公冇聲。Hello， 張公，嚟啦。Sorry，我當今嘛，大啲嘅 logo 有，特別我未打閒了，我開我嘅 handphone 聽你人講話。你做未打閒，你做咩話靠？你到底 Skype 會聽呀？我去食教員。我到底 hang out 啦。我去食教員嘛。哈。喲，就我想揾其他位。
啦，搭字本有人請，我都是講，哎呀，我搭擺時我想要講，我就買 phone 呢，講買去啊喂，因為冇聽我電話，所以賣咯，冇法就去。哦，你安怎你要講啊？是實在要聽呢？我要講，但係唔要緊，我是講，我要甲你講，我就會要講騙話了喂。哈，來，講咩話？哎呦，死對！講下哈，來，會聽到。講，講啦講，伊無咪伊多錢，哈，車來無事，來講就去講。會聽到？聽到，過去。我是講，我就會差不多在講騙話啦，若是 phone 掉伊就講騙話。哦，我未甲伊講，我未去 ，because 我翁無好事，我去咯，唔使去咯。誒，有當時哈。了，伊無聽我電話，佮未講了，哎呀無法啦，我 already 講滅，要麼去咯，巴如甲對來爾，甲伊個人爾安尼久一過拖，安尼長。哦，第一歹勢是見先是做人情嘅，而且有當時啊，成日我講我要講騙話，是實狀要搬厝要叫我去搭火車，我是無用嘅咯。頂住講過我搬厝嘅事，我無差不多幾時搬我無知。講 white lies 唔要緊啦，無害人唔要緊啦，若是講害人嘅無好啦。哎呀，我要聽害人嘅騙話。害人騙話。無好啦，袂使講咯，咪係講了害人誒，無好呀。要聽嗎？要聽可能真害人嘅學嘛？成個人真丟咧。哦，我唔知，我唔知，安怎講害人嘅騙話啦。害人嘅騙話，誒特別害人嘅騙話，我頂我無是搞 feel 到 karma 誒有。係啦，無好嘅呀。咱人講騙了去害人是無好嘅。若是講。你講了是幫助人嘅唔要緊啦，若是講害人嘅真正無好。誒了個我會每日看你把成個到馬達了時啊，就講啊，學馬達了時講嘅騙馬達啦喎。哦，白佬，我講你，我同你講，來。哎呦死！我當佢咩去 supermarket 俾係你 salt 啊 for greeting the 誒開啊冇開，等陣我話我每下先。Are you still open? Yes. 哦，啲接盤。Have you got any salt for greeting the drive? Oh. Road salt. Yes. No, we don't sell that unfortunately. 哦，一路四下，你特別係嘅，一係 driveway 掃下。伊是佢哋 driveway 掃下是 baby， 我看到都看到有，但我成日看到呢，我把蘋果馬打，係你猜點樣你把蘋果馬打？冇啦，你把馬打叻過哦？冇，把馬打叻過，因為老蝕咗係，你唔係成日講啊 speed trap 啊，你把掉叻過冇啊？啊你有啦。你好，特別係是冇學了。嗰陣時又講必出比較少喎，嗰陣時係直頭協調應該掉嘅。哦，冇趁嘅事啊，你冇趁亂話，硬會就會啊。冇趁亂話有隻好潮嘅咯，應該好。其實咗有時啊，我係興你搭的士啊，係 agent 嚟拍嚟教我講我有。哦，協調效應。哦。你好，喺18樓是會有5年證嘅。咁你就諗落地嗰陣，第二年咪 renew 先嘛？嚇。咁掉啊，之前4年冇數啊，今年冇。我殺出來那股。哦。算你食哦。冇啦，因為我咁只好入邊就因為你需要只興我就是講一個。依家喺大年啊，60擺啊，會 discount 嗰時我一隻就 discount 88 98興過10塊嘅，而家都變成加30塊嘅。哦，嚇，我冇聽過，所以你日日等啊，等。
哇，安尼做人诶啊！特別有時樣只亂呀，伊都特別使。後面伊若是只有你袂 clear 嘅三萬來講嚇，你嘅你 text 就別換咧嘛對。unless 是冇甲你講啦 ，unless 冇甲你講啊。我係把 speeding 就俾扣分。哦，佢扣分咧，一邊一個嘅。Australia 咪是你考分嘅。哦，誒，來呀，你佢主管。Hello, I don't see you. Where are you? I'm in Skype. Oh, okay, 我看到，OK。你下來你片話。嚇？誒，好唔好？好，你來哦，我朋友妹話。我一個時候我喺台灣啊，我飛機票別換。哎呀，免換啦，歹勢。頭尾邊咧飛機票對嚟先先。我飛機票真早個點，哦，喺台灣，所以我真係想拄到路嘅。或者呢？我過後幾日到新加坡，可能我去 KL，你去到路得。我7號到新加坡啊，7號、8號、9號到新加坡。唔係啦，我想去 KL，可能去Bangkok下啲事。我冇你冇 sure 了。你不要緊，你甲 contact 我啦，你有。我嘅時候去除咗你。哎呦，我老抓，我啷個說？是咯，想4年前啊，嗬。我成日嘅事嗬。然後你睇，你到Melbourne了，我好朋友。嚇，豬？你朋友啊，佢幫到 Melbourne。係咯，落緊你食嘢，我頂多落係8你嘛掉。係啊，是咯。然後變成那好朋友，好兄弟，好。誒，你咪來，你阿無，你看你幾時我特別嗰時你咪來找我咯。我25號，我到Melbourne飛去新加坡。到Melbourne飛去新加坡了，新加坡佢又去香港。แล้วafter that 香港對嚟 after that 台灣香港過咩แล้ว31號飛去台灣31去台灣แล้ว冇啦未啦未啊台灣佢有對邊呢啊邊對邊呢是飛對我去新加坡啊我20號我對嚟Melbourne我冇啊我7號就去新加坡啦10號就走 from 新加坡對嚟呢邊7號幾點搞新加坡我 try to adjust 7號啊上個時早起一半香港啊特別我走新加坡嘅數，走新加坡嗰日我可能我去 KL。KL 我有去本啊，特別 KL 我是26號去到30號。是咯，差冇定，你我較定，我今年年頭定好咯。我早定啊，我背幾段是。你7、8月定好唔好？我背哦，其實啊，我背幾段唔是5個月特別啊，2個月。你講嘅是7、8月啊？哦，是啊，maybe 7、8月。我個早講我可能我早定我都可以對到邊嘅。我如果 try my best 咧，所以我台灣嗰日我 trip 我冇 sure 嘅 because I was just hope that I can go 邊。你甲我講啦，你甲我講下我就得咯。我特別有 meet 嘅是，你 show 特別有咯，我 show 特別是有啊咯。安尼一個人，看埋先。啊，誒，真正老抓你知哦。我冇需要留住是你暑假嚟嘛，唔係我暑假。真正暑假。我白路啊嘛。真正老抓哦，แล้วก็ท่าน做只特別物件喎，ก็ท่าน談啲物件嚇是啊。冇需要啦，呀。真正有紀念嘅物件誒，真正有紀念嘅物件，我講話硬江湖，誒，硬江湖，即係香港講嘅硬江湖。我自己出硬江湖啦。誒，裝嘅有呀電 drill 呢，成個 drill 坑呢。Sorry， 我有掉衫啦。哦，你有掉衫咧？你有刀嘅聲呀？因為嗰時我做 streaming 嘛。哦。你咪是只渣？你咪是只渣？我睇唔到先。你咪是只渣起啊？6點咪7點啊？哦。我每啲俾我做係咁俾人，那 housemate 會困車會亂。我呢時我就咪去 CD 做，冇人聽我講話。我實實淨係有時就我對嚟困得幾點成一爽。แล้วแบบแค่นั้นลูกกับสิลูกกับ我講到到底到咯，第一好你是對那1個月3號啦。盡量，我有飛機票，但係至多有緊張。有。OK，但是有人嚟講到攤換掉。哎呦，其實我是對去Melbourne對去是我是 redemption。然後我係會，比如說我 business class 會錢啊，少嘅，講我啊，呢度冇會。啦。我對講，almost home 我對開件 con 的嘛打，即係就講啊，伊講伊差唔多要對個厝，個對個厝是個人講可能真係騙嘛打。
馬太無人先，就 especially 我澳洲嘅。嚟教我講下，你按照你把片卷咋？把講咩句片話？你我第二人講偏話，哦，係咪數咧？講偏話係死人嘅啊！而家係冇老路嘅。你個獨立頭上。你講偏話是想食硬看，一間片一人片幾間，每人嗰個片另外幾間，所以你片到濟，所以我真係嘅人講偏話。因為唔知頭唔知尾啊，講大講嘅啊，啊變咗另外一個 version 啦，有時人相信啊，都係死人嘅。你家己捌講過片話咩？你係老興。寫下嘅是有啦。嚇講下。所以未記啊。佢後我家己講，我而家數可能羅話冇羅有靠手，佢後我真係見，我喺電視發晒我講咩，我冇講片話。哦。所以我。按照講咧，而家講偏話係死一個人嘅，唔知頭唔知尾人，你可能特別另外一個目睭嚇，特別我本上我冇第冇時間就是gossip。gossip 後靠手比較緊。gossip 袂走嘅，人甲咧人。你 gossip 你講字嚟講袂曉緊 ，all right。啊，所以你講偏話，你講哦，即個人伊無做啲，你去講伊。特別有人唔知嘛，就是咯，就是睇你咪時就講騙話咯，就是有啲人嚇 start 嘢來啊嚇。你講你講只話比較緊，特別你袂使講成日話。特別我即咩事我講我實對個你講袂使是個 gossip，無是個 gossip 上面 gossip 啊，你聽到 gossip 唔是你是別人會聽對嚟講啦，你唔知講就 valid 嘢。對，但係你會 correct 樣嘛 ，because 有時 gossip，別人講唔對嘅物件，你會使講啊 that is not true，如果你肯講你係對啦。我 among 我 friend 我好少咁gossip嘛，特別我人無講人歹話，我無講無影話啦。有咧 gossip 無啦，有咧是講人講嘅物件騙咧嚇，特別你唔知，你過去走過去甲人講，哎呦我聽講你特別你 original 嘅 source 是騙你，你知啊，所以 that's why 我講一人傳一人傳落去啦，你傳你這邊你無啥 version，that's why 我真係見是 pass message on 嘅，我記。我家己即是家己講，我唔記得其實 text，because 咪攞 text 先得方便嘛。你咪講傳我講電話本先得方便，你前一個月通拍幾百塊，你個講袂了嘛？講你盲傳來傳去，direct 我家即是家己去教下你人講。我真係驚講寫有靠手 ，because 大人講這樣在頭在尾啊，囡仔唔知學當嘅害到囡仔一世人嘅啊。所以一代傳一代，真係驚人嘅。所以我所以我唔騙啊，我點樣唔騙啊？要緊是騙馬達的呀。馬達你唔騙，我馬達騙有啊。你話騙個馬達咋？我條獵馬達。我冇騙過，我條獵，所以我這邊2:30半，嗰時使看40年啦。我2:31我就抄，伊講我看55，我講我無，伊講有，我朋友兩間。當我車後尾，然後我講唔知 ，because 我喺邊40前啊等你數，所以可能我換過來是2點，可能2:18啦，我講後尾2:31啦。伊講係就是我2:30我應該 slow down，然後講我無，我真，我講我如果說我看是2:30我到迄個後尾1點，然後伊講我有，伊偏偏講我有，所以我就考3分，我就看500。咁我去到我朋友講咩？伊個我講一句，因為我暑假掠你啊，你別啦 ，OK today。我講你一人都好，我後生話你看你唔掠呀，因為偏偏就有一間會哦。誒，係咯，我是衰啦，你哦，突然嘅。衰啊！你是衰啊！你運衰出隻啦。運衰，你講我誇張，你一間會唄。我是講，我別講明，人哋講開運 ，because 我一早起咧，我一換車真係小心。係啦，我們想。所以有時咱話上快下，殺掉一間人本嘛，所以有時上到本是好啦，人哋看 remind 我。我學到隻 lesson 啊，所以有時 blessing in disguise。有時有好歹啦，特別講偏話人係死人嘅，有較有手嘅人。你安怎？你捌學人成日拄着講嘅偏話啦，害着你啊？佢無。就是安尼看佢經驗過啊，佢甲起航嘅，你明唔明？是，所以我嗰日記發誓，無啦，我唔是講平人啦，我講起我上條啊，係咪講食烘嘅嘛？咁啊，就係咯，真濟人屬佢嚟食烘，當我邊類厝嘅咯，嚟除佬咯，我真係見人嚟除我，我是一句。
哦，你成日見講人嚟隨你，嚟隨你。無，I mean 講嚟食烘啊。哦，要隨你大。啊那。嘿，你有影哦，其實我要去 Australia 喎喂。我 actually 做咩做咧？冇聽講啊！我怕你會係你大袂要緊嘅，我係拍緊小前期啊，你使大，你係大係厝我淨係攞嘅。Oh my，我係大個路。我只夠靠你講袂，我淨係老師。我佢講 ，because 這邊無共人都知哦。然後在日本時都知，去厝本時都去，有時去話食，我好食，但係唔記得時間擺了，無留家己時間嘅啫。我淨係攞成嚟款嘅。哎呦，我來，阿 John 來喂。冇來喂，我有 spare 位係攞到幾處。唔係，阿咩愛來會使來 ，because 我係時我橋好了，特別厝門我白白大，我係真攞嘅。我咪見到佢攞上正名稱。哦，對啦，樣啊，有人啊，使掉使阿媽未有死啊。我叫使叫住呢個。我去你位啊，我甲你洗盤，我去老師嘅位啊，我甲佢叫厝嘅啦。哦，無人想就聽就攞你怪你。對，但係搞橋西啊！你嗰陣時唔知嘛？你嗰陣時你有經驗過，你個仔講有人是 good guess or bad guess 嘛？你嗰陣時未使定，誒，點解我覺得 police sign？ 我覺得 police。冇，這裡是馬達，這裡唔是 police。馬達，這裡是Malaysia logo 都唔看到啊。police，即係你行掉咧，別看到鬼嘛，有你昂棍嘛，你 something 啊，叫咩啊？點啊？昂咩啊？昂令。你真係咁講啊？你講下你真係為咪是做劇啊，做咩鬼大有叫人來，咪是嚟 stay 嚟煮食啊。你甲講啊，伊甲伊講，伊真係煮啊物件洗盤，你真係是安怎洗啊？一夾咧sponge 啊，一 wrap 面頂你係點樣洗？哦，切頂面咧，長頂面咧。伊是一錐一抹頂面呀。唔識得啦，我你老師問伊做咩事都無識，伊講下啲我都無用。幾係事？哎呦！你想特人嘅 habit 都冇。安尼看到就。我講出個，我未รู้你你先講人會去大個，人先講我要去大個，你要去個你之前處理人家講嚟講咧，你就係講冇啊？冇人，我講老實一句，我點解冇掂？我前年試到我個班啦，前年試到背嘛。做我未來時做好本時，I mean 講32個 Christmas 時，我得接，我得緊。所以我 travel 人係啊。我而家就係講，我講我拄好別走了，然後我講未係老大，講老是一句啦，冇老樣嘅，所以家姐拄好，我在差唔多要來啊。我即做我今年拄到攞到，特別是當時我卡中真係水嘅，唔要緊。然後另外一道是古班教我國家嘅，我係到到年年啦。伊來個我大可能一禮拜啦。所以我 OK 啦，伊時陣聽我等我成10個幾呢，特別阿明講，我講故事係咩啊？在厝在住厝啊 ，because 我是講多時啲表經驗，多時啲你家己行落去多一邊，冇時你家己在坐火車坐咩你家己 OK 啦。我都好時啲總係好裝修，所以未喺度我咪冇辦法 OK 啦，因為一晚係留喺都喺厝咯。然後有時我這邊嘅Australia嘅厝啊，樓頂嘅樓是辦嘅了。唔是咱Malaysia那款是舊你講是brick 啊嚇，咁了阿摩國家嘅厝這邊家這是個了是面啲樓頂是辦嘅，攏辦嘅嘅嘛，你無管你幾年嘅厝啦，偌貴嘅厝不是安尼款嘅，所以有時啊，你要困啊，聽人講話吱吱喳喳，你可以讀啊，哇，你講人潮咯，我前一節怪皮嘅，怪皮，或者咱講過啊，怪皮，嚟叫你點嚟講？唔係，冇，I mean 講你用台咧啦，我喺厝好嘅就係使勁台咧，見我嚟做 store room，我係講你用樓下台咧 ，because 你真係爭一個牛達冷冇相比嘅嘛，而家係啦，唔想講撇話，唔想講潮，所以有時你我台咧我係唔記啊，我擺你款，你講當佢我冇熟解，
啊！你梗係咪叫確骨對？確骨。冇 actually 我嚟這邊有關事嘅，古班比啊，你需要時間哦，朋友嚟度啊，去到這邊啊 ，OK 喎，唔知嚟這邊關事，你家己做橋噶。未穿佢啊，所以你冇時間當你唔記得你知。做個博士啊，就能夠啦。即係俾嚟啲俾人確佢，because 是人一間厝，你冇人跟人 say hi and bye，冇去人嘅厝安尼做啫。所以家己居然有一人一間，冇講啊！我家咪攞嚟你厝買啊，即係咩開門？誒，你成日講人call 你，嘿，你當有應我攰去找你人看咯。有啦，但係本是有啦。你暑假，你冇時間咧？前小朋友講，你知我趕時啊，即係冇時間嚟啊。我拿寫晒啦，有晒啦，同人講話講攏趕時好啊。特別你識講啥偏好誒，偏好是比較緊啊。你成我叮當，有人嚟一項冇上嘅啫，我 expect 你出來，特位都冇出來去，我爸嘛來啊，我爸我面炒，我驚啊伊，我唔敢佢來啊。你講。哇！嚟這邊又冇做 tour guide，我講我哋就係驚，我講我唔是講入市咁正嘅，我講我 good enough to buy tour package，OK？我你俾個 package 係啊，我俾係啦，我俾機票人嚟，嗰個係人別可開面炒，我講先咪，because 咪講係字，等我係高鐵啊先。我講你會使嚟，我冇講未使嚟，我高鐵啊。誒，你是你哥介紹你聽，還是你哥介紹你聽？我冇介紹我人，特別講我有朋友聽特別。哦，你意思就按照你聽到就係講你有來過啦。但到聽到我講話，要寫 message 嚟啊個，細聽我古班嘅事啊，來個時間點哪對咯？一個就好，一個別對我係。我冇講平話啦。誒，特別我係 topic 是講平話，topic 話所以你睇啊，你解啊。不過你講佢比較講平話咯。你最寫未清啊你？我前兩個見過人講平話嘅，所以即係睇人 habit 冇時間揾點，我未 blame 人啦 ，because 有時一個environment 叫咩啊？環境叫咩？環境逼到一個人啫，所以冇辦法，伊人唔是講愛騙。特別有時冇辦法講關係啊，唔知咩叫講平話，是叫唔對，所以變成一個shape 啊，一個 shape 叫咩啊？叫咩 shape 啊？形一個形啊，所以想是冇啊 ，jelly 啊 ，behavior，你 jelly 都係好啊，好你係冇，即係薄，一 become 一個冇，一唔制啫喎，所以有時是 education 啊，教唔對。我點解我前一暑假，我 actually 我上坐驚對去 Malaysia 讀冊，因為這邊上真係 relax 數嘛，所以我教我係 school teacher、high school teacher、primary school teacher 真係好啲，我諗我 still contact，so even what apps I mean WeChat whatever 啦，所以伊人話講伊人冇支持我坐人對嚟，我講阿 Miss 講特人要過來這邊讀冊，安怎你要坐人對嚟咧？我講 because 我 believe 講 Malaysia education 嗰時被排掉嘅 ，because at least 教出來，我嗰時是水種，我真係成功嘅，邊個是成功嘅啦？我冇學條牌，這邊嘅囡仔未使跑就講平話真係教嘅喎。講平話真係教平，哦，即係講平話。I mean 講，因為有時感覺講是做白啊，咩解有靠笑，又唔知咩掉唔掉 ，because 又 just a sense of humor。我感覺我未 accept 你款嘅 culture 咯。你太嚴啦，你就多處理解啊，你多處理解啊，我睇咗少咩啊？你個學 good 都是真嚴咩？你學 good 冇啦，你是你 set rule 嘛？我有 principle， 我講啥 ？because because 我是 accountant， 然後我對 number 真係 sensitive 嘛，所以我俾唔記俾嚟俾去啦，個女本好我閒意啦，我講誒幫人哋看啦，咁個女俾好記啊，我話你佢哋朋友佢就是好記人，好記佢哋中國嘅人看無限嘅，個女8倍人咧，咁無限，我講唔是阿咪，人做人好嚟好去啦，我講一個8倍10刀個俾佢看啊。特別唔是你，是講你嘅問題，本來是 principle 啦。我冇是個答人整嘅。對，真係有車就一刀，我未同啱咩，我哋隨住我營養車度嘅。你嗰時候見人整真係無數㗎，
間菇啊？少，但是唔係，我唔知有幾時接觀察，但我欠人欠人係一時啊，我買咯。我們成我有啦，我有成日講，我有咧。就咁我會去英國時本隻字人講，嚟正多，我 feel 到我 still 淡薄騎哦，因為我再講人真正有意思嘅嗬。但按照本好啦，去食行嘅多，唔係多人嚟處，多學掉，真係艱苦嘅。有時朋友白你講佢嚟到 OK 啦 ，accept 啦嚇，一個講 acceptable level。伊個朋友我唔捌你啊，我朋友比較水你真係多。你別啦，你過分啦 ，sorry，係你話本別啊。唔是講白，唔是講苛酷啦 ，OK。冇啦，即係像你人比較做人啦。唔是，為人是想講咩話，你好嘅啦，不要緊啊，到你處，唔是講無房間咧，這位多嘛。你唔是講一間厝，人哋開始我啦。你無想。我比較做人啊，你是。你唔知你朋友嘅脾性啊。做為人大啊，手卡住走嘅，不要叫清氣嘅真喎。我唔是，我可能這邊叫厝叫較勁啊，但係我真啊。對啦，你做咩事要去甲你朋友嚟對杯對？無為人是啥？伊做人仔嘛，伊做好人啦，伊朋友對佢請伊食嘛。咧我咪地做幾步咯，你明唔明啊？因為想，你是我朋友嘛，我是我朋友嘅朋友，本是上朋友嘛，一句我講人將迄人看冇看過，白唔白啦？講唔白講嘛？你有幾分啊？你你看你人嘅就哦。等陣我看一下 ，Bye bye John, not free, do. Oh, not free this. See you in Penang. Okay, bye bye. 感謝。你介紹一個我看未？林。我等隻腳，我應嘅隻腳咯。喲，我愛看，我未打了。我應嘅隻腳。OK，感謝，拜拜。拜拜。喂，我baru來呢，你感謝啊？冇，跟阿林走呢。再共嚟啊！再共尾先嚟教人看咗先馬打啦。冇，咁你講唔是跟他先馬打呢？嚟看我，你咪。等陣，hello，我係下面姐，等陣。伊把你對嚟到嗰邊，你知啊？跟住關。John，菜點啊？冚點啊 ？OK，我學伊錄先句，按照先馬打我就冚咩？OK，我走先啊。OK，拜拜，菜點啊？拜拜。แล้ว按照先馬。按照先馬打講。只股只真股以前啦。我在佢哋朋友，然後伊就好伊嘅囝坐我車到啲邊前，你無穿 seat belt 啦，即係馬打到後尾來就 stop 我咯，stop 我講，伊嘛叫我去邊啊？冇嘢，到啲馬來亞啦。到這邊嘛，這邊冇得談線呢。正話。這邊冇得加線的事。我啲你冇咯。了是可能我。點解看到你卡？等下白佬走咩去看揸個卡，看咩去看？YouTube 哇！你話個情硬咯。隻車啲嚟情stocking 哦。是啊，隻條啊，爸對嚟買咁。有講到邊個咯？看你看到薄薄啊！你看到嘅啦，看白白的看到。stocking 薄薄的有啦。stocking 薄薄。所以係哦。成個特媽，阿恆個屌阿恆。OK，我講嘅。阿恆你困咗聽，OK，嚟講了，就冚蛋啦，阿妹唔通困。了時哦，伊嘛是 stop 位車咯 ，stop 位車了。有時伊叫我講你會使當龍伊講你無穿seat belt，我講唔是我無穿，講你會passenger無穿，我講對，然後我想到佢哋抱伊雞劈一個店入邊啊，講見到破病，我人要趕去看老姑。你講咪趕去 hospital 咧，還是看 clinic 看老姑？我講人就趕去看見到看老姑，那伊講大陸位啊便宜啦，大陸位。你去啊！伊去啊！邊等我玩白條路走去白位。哇！你冇驚嚟對你啊！冇驚看到你車牌啊！伊無看啦，伊就是袂累爾，即乜？哦。無對，伊都無替我行，伊無替我 anything。
哦，啊，你一對就都後尾啊？伊無對我去面前有。哦，即係咩事講嚟？你講大本係馬達啦喎。我你講，喂，你講老馬打住我笑到出伊無對我，伊講袂累，我講袂你長見咱看老官後生，我講大兵等我啦。哦。我哋地累，我講你大兵等我幫伊見咱去看老官。我嘛講大呆。嚇？你嘛講大呆，徛喺邊笑啊？你喺講緊？伊就是大呆，我插伊你借我做。大早就你死好了啊！我講嘢，我會去 confession 嘅。佢都去 confession 啊！你知係咩事喎？我講咧，我對奶嚇，我個舊係硬講絲絲講片話咧，我 feel 佢無好呢。因為伊講，你係咩事？你講啊！我講。你人教啊！我你朋友就係你就係見到人講呀？唔是，係咪教路誒？這裡巴路誒，這裡哦happen 嘅。哦，我都記住。話啦，講係咩事講嘅話，我計講我。我你是講教英嘅嚇，你是講教英嘅嚇？唔是教英嘅。教英嘅貴啦。好見啦。唔是，以前張輝冇講啦，張輝冇講掉，冇講，because 朋友冇聽。電話，so spare 我免講電話。แล้ว你咁樣講，你先嘅時候你冇講我聽係咩嚇？我講電話 because 你來邊咧好見定別人這邊嘛。攞住住話乜會一邊咧好見講電話佢。都是咯，我참講電話就見啊。OK，講早一禮拜嘅事。嚇。我買一個 printer。嚇。一 about 6個月爾啦，然後我嗰時我去嘅時，當佢有出下咧 instant ink 就係instant ink 我聽過哦 ，instant ink。唔係。That means 你俾啊，你俾真少錢爾，一個月你把你俾 about 7磅幾，然後啊，你都得賺一個XL 嘅。哦，成個 subscription 嘅呢嚇，就大家叫先嚇，如果你係嚇。叫先好啊，然後你就嗱一個冇一刀我俾嚇，一個 set 啦 ，black 係啦嚇，79磅就係哦。我當見一個月巴魯加興7磅幾呢？然後大個隻腳好啊，4年都就係哦，會 print 300張，你講我買啊？我說愛啦，對哦。然後特別呢，一時貴，我係 model 冇喎，伊although伊用the same ink 啊，伊冇 include 我係 model 就哦。然後我咪是去甲迄個人，迄個伊拄好迄個公司 printer 公司嘅人大啲，迄一間店啦。然後我講，伊上 model，安怎我袂使 apply for instant ink？我會使 apply under another model 哦。伊 afterward 不 send 互我嘅嘛，對哦，迄個 instant ink。你問我，你 model 下面咪計講伊講。你第四邊講6個月，伊講，哎喲，伊講，拍算講不要緊，伊講我教你去甲人講，你會 printer 歹。哦，你換過無相嘅 model。啊，了時，伊講同見下你 model 啊，一個 store 無了，伊講，你可以講今日你就愛有下你 printer，今日你就愛 print，袂啊，伊就要學你一個 model。哦，I see，已經一部會啊，就得學你把你摸到啦。即係喺你公司人教我。哈。我講會使安尼做啊！伊講你有 ，because 我有喺你喺你 instant replacement 啊，for 我係appliances 嘅嘛，我 instant replacement 嘅 warranty 嘛，所以一路俾喺你唔是啊！我講有啊。你講你去看，你去每樣看，你嘅 model 個有，你唔知要安怎做，買啊你印別啊，你有印入邊，你個袂用，所以講 OK 咯，我咪去 counter 嗰啲一間店，嗰個人捌我嘅啊 ，because 我買伊人啊，幾十項嘅 appliances，都伊人捌我有出嘅呀，我去搞，佢個驚啊，我去甲伊講啊講。你係查某大邊做裝，伊就講我早2禮拜冇嚟買印嘅嘛。就講，伊講嘿，你個到底有個嚇？我講，哎呦，我講我 printer 夠使買用。
我講你真攞你包包都買用呀，買用我用啊未倒落去呀，都買用了我個死，我講我仲見買 print 出，我同你講了。我你驚，你講嘅時你有心有跳，我驚。我講你個跳個機頭卡。我嗰陣時講片話跳個機頭卡，咁你講，我驚講我係面 show 隔了嘅片話出嚟。伊講啊，你是after that是哦，伊講不要緊，你對去叫你 printer 來，你有係你 instant replacement 嘅。阿 John， 我係驚你 check 掉啦，是講我個片話咗做。所以，你無講片話，比較是人假如嘅，你都可能上，比較舒服。有時是誒，有時唔是你講片話是人假如，所以 that is different story。after that 是我入啲來時嗬，我係先，我聽到只太大聲了，不要緊。我去更啲來時嗰啲超係紅咩，我看咗喺 printer 好無歹，你同人講歹。我講阿婆別睇你 instant ink 啦。哇，你安尼搞啊！你換掉啦！係啦，有對件事哦，有對件事，哇！我安個無好事仔哦，係直接係 fever 啊，梗係管嘢都知哦。我人更係 printer 未起喎，你一講就叫我出嚟更好咯。一個驚講你就係安死戇啲。花坑嘅啊！嚇！我知。我叫阿莫鐵點樣？我驚你會都問我。你記定得時你講，誒我無類，你硬講我有啊！你講人拖嘅嘛？是我講，我驚去亂出講話咋咯？他們數俾講佢，我講錄條監我咪錄哇！我再騙我，我再繼續騙我。你問哇，真係我係騙話貴啲嗬。你做啊？你阿John冇去啊？你騙我哪來哪隻？一個嘅一個。阿John 我啊。有啦，有啲個啦。誒，做乜差唔多要收電啊？只講，我 one hour 42 minutes 啫。上估了。แล้วไว้คำตาฮะแล้วในคอ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หัวเดียวล่ะหัวเดียวแล้วเอาตัวนี้สิในหลังมือว่า到底是蝦米物件歹你賣？是啊。我同你講啊，我頭快要屈曬。你辛苦鬼抓起喎！我話咩？你講你冇聽到 repeat 佢知道？聽唔到。你 connection 冇咩好事？你行來行去是唔是？當晚唔是看到啲卡字了唔是啊？當晚我聽唔到，伊無伊迄聲。connection 未好事，準嘅。真係冇去。有，後尾講。OK。last part。我講actually 啊，我這個 problem 有真係久了誒，以前有了誒，我就係買轉來都有了誒。我講啊，你伊 printer supposed to wirelessly print 嘅嘛，對哦。所以我講你抄 printer 一條呢，未 print 就砍個了開個了櫃，個不要講他攞你一點聲去升啊，你升為點聲當佢砍開都未 print 嚟。因為我講 already 啊，這個公司啊，but replace 好我這個 brand new printer 了，唔知我用兩三禮拜先 replace 咗佢就哦。這是有影啦。有影。我講是唔是這個 printer 有 fault 咧？但所以人當佢冇了這個 printer。你講一個。哦，你個是搞啊你。我一想啊，一出一個 rhetorical question 出來嘅。那個把到對好樣哦。你再講，伊講，伊講不要緊，你問安尼 work up。是我人係 very loyal customer， 我人換一個互你去看，打落一個你袂。阿 John 個不要緊，去看了啦。所以我再講 the model that 有係instant ink 嘅。你人就搞啊
伊甲我講，伊都細講，伊講你咪甲人講，你來找我過了呀，你計啦，你把你接來呢啦。然後一個人佢甲我做把戲，伊個計先問我你要哦，係自己上自己有嘢嗬。上自己有嘢。哦。講你要夾邊個講？伊個甲你講若是講你夾一個 model 啦，你會睇 instant ink，你 print 就一條誒，因為我知哦。是過節你 print 一哦，講 print 一啦，我講都是 print 一，我都是買來買 ink 了，我買 ink 了轉去買 print，我講然後是一個人佢甲我講，伊講 OK， 你看我介紹你一粒，伊講一粒 model 就是上個路誒，特別伊qualify for the instant ink 啦。我講有，了個計先問伊這個 model 有變好甲壞，若是甲無好，我甲好。我有 acting 啊！做戲，我人做戲啊！我講伊做伊 performance 上較路誒，伊講了。我講特別壞點未 print wirelessly， 這粒 problem 哦。這是姐姐講我聽嘅啦，係咪啦？哇！你就咁樣玩那個做呢，這戲都未咁樣快買對呀啦。The other one okay。แล้ว after that 時，佢哋自己做咩 push instant ink 我哋講不要緊好啊 ，OK， 講真 happy， 顧女，阿你咪見顧女。佢哋自己我不要緊，佢哋自己買了呀。Because it 10 pounds cheaper than my previous one 呀，一個輕我。個攤10塊。老師多幾料。HP 8610。哦。個彈掉啦都。wireless。哇，搞好食！哇，你看啦，佢講你媽大，一個咧佢有一大片話，真係，我佢咪講冇掉片話，你講就你搞就是假講。你 confession 啊，妹姐？佢哋是 actually 我冇去想呢，是佢哋是叫俾。哦，伊是假啦，特別我問你，即係講，你講掉是你冇，你 prepare 好時講安怎拍啊，還是你去家邊啊？妹你是紅起咁個想誒。Actually 我冇 prepare， 我唔知佢要問我。聽什麼啲 microphone 就大聲 crack， 即係大粒頭。你 microphone 點但係窗開是咪？衝嘅。嗱，你殺個結殺出來，唔是搞啊！你講的呢，安尼。哎呦，我而家教我轉啊！你講下你咁細小看女，你講，你看緊上你起行個轉咗咋？after that 對佢似係是我安慰我啦，我俾走嘛，伊唔知我 happen 咯。你開始伊人問，我講你安冇對路來，伊講真冇係。你係講伊破病啊？還是講係幾一個來啊？講佢個知道你想個冇咩病啊？伊個破病。แล้วลูกยังก้องอีโออีพอแปลแล้วเก็บไม้อ้อล่ะเหรอactually อีลูกก็อีเวอร์มาแต่พี่รู้สึกไอ้เดียวมันก้องอีพอแปลสิกไอ้เดียวมันก้องมั้ย我認為我係咪是無來，我計破病我幾問來，安尼我可能會計了啦。at least 就是 at least 個有較晏嘅片啦。這是有影的啦，這個是唔是講特別我買互伊來 ，because 伊亂出講話嘛。了下你點寫是你按照講本袂用了誒，對哦。係啦。了，你講片話你就係講個少嘛，你袂使講個少。但是講啊，佢再掉啊，等你都掉病咯。我轉去嘅時哦，袂掉病嘅啦。伊人你知哦，這間公司啊，我甲伊買，我規間厝誒電器。個咧甲伊買嘅知哦。所以我人真出名啲邊嘅啊，加入來呢嚇，人買來，我人 because 就係講是來買物件，唔是來做亂嘅。唔是來做物件。了 confession 啊，唔係咧。
啊袂啦，啊袂，馬仔巴魯去 confess。Actually consider confess 啦，你安尼講，安尼佢若情人講。我最大仔咁樣。我對嚟車嘅時啊，我心計未清嘅，梗係未爽嘅，就係我對嚟車，我坐咗住車，我講，我司機講騙我，係你 printer 無數，佢講有數，安尼積壓一過，然後我坐落去啊，我真係未爽嘅，然後講我安哥死啊，這個禮拜我哋去 confession， 我心安尼無爽一過。然後時伊講，你係咪事你做啊？你按咗你咪去買價錢，我講，哎呀。伊陪我一日個起我10塊，做阿咪？我買幾一粒，輕我英文就買嘛一粒，就你幾一粒是迄個一粒啊，有迄個 instant ink， 一粒嘅英文輕就買，唔是啊？對。他們物件是 instant ink。伊是一 subscription 嘅 service 啦，I think。啊，對咯，特別你睇你辦幾個錢 ？From £79啊，你把你個 pay £7 something 冇得啊？你用字嚟講就得咯。大個節啊！哦。OK，佢咧等嚟做呢？係啦。哦，冇被做嘅，而係。對。Because 啊，你講你這啊，你這另外一個 light had to cover this light，so did I mean round the circle be any？特別無聊啦，無聊。Sorry。你講電視機，我要冚蛋啦，1點鐘較嘅，我要2點鐘啊就死啦。OK， 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感謝賈公對嚟話講，顧住你來個內來，第3片個4片，3碗個4碗，แล้วก็ตมาเจ้าขี้แล้ว係藍咯，แล้วก็住㗎。เบลาจันเกก็ตามว่าก็จุอ่ะมอกู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กำเสียอาหารgood night แล้วก็กุนจุยกวนตัวที่ไหนกับลังกองกุนจุยกวนกำเสียแล้วลองไปที่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มันคือช่วยอีกชุกุนนะ我 spare house now, okay. Okay, spare house 係使啦，spare house 係使嚇，spare house 因為使過掉一陣問㗎了咧。未有，你係寫前期部啊，慢慢佢咪係走。咁樣佢寫就問聲，冇得背記走嚟啊。下面面就使過陣辦。冇啦，伊講伊無時間人去伊厝，伊想一間厝，伊講嗱伊 guest house 唔要緊。แล้วอีกองว่าก่อนน่ะสิว่ากี่คุณลุย guest house แล้วว่าปังไส้กูจะสิเกลุยจำบันเนี่ยอีกองลุยกี่เสียเชิงกี่เสียงก็จะจ้าให้มือมาหาลุชุดอีกองOK 感謝คุณจิกวน你係 bum print 冇對จำบันหมดแล้วbum print กิลีแล้วก็ว่าจะปฏิกิริยาจำบันเลยก็ตัวรับเท้า感謝ตัวรับเท้า拜拜，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過了就歡喜咱到底邊度會記得咯，啊，甲新加坡會記得咯，甲到底吉隆坡會記得咯，拜拜，拜拜。